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ng， 歡迎大家收睇我嘅 channel。喺上一集呢，就簡單介紹咗由港珠澳大橋去到珠海嘅方法，以及我聖誕節喺珠海2日1夜嘅酒店。今集呢，要介紹呢一個商場呢，就係珠海最大嘅商場嚟嘅。商場呢，就喺2014年開幕，佢呢，就係叫做珠海南灣華發商都。咁大家要留意翻啦，呢個商場呢同埋珠海橫琴嘅華發商都呢就係唔同嘅，所以大家呢千祈呢唔好去錯啦。因為我本身呢喺滴滴出行嘅時候呢，諗住 call 車啦，發現呢原來有2個唔同嘅地方，爭啲呢 call 錯咗。咁我哋呢由酒店出發啦，去到商場呢都係差唔多15分鐘嘅車程，而商場呢距離港珠澳大橋口岸呢都只需要10分鐘車程。成個華發商都嘅面積呢總共有18萬平方米。商場嘅營業時間呢，星期一至到星期四以及星期日呢就係朝早10點去到夜晚10點，而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呢就係10點去到夜晚嘅10點半。咁如果唔想打車嚟到嘅話呢，都可以搭巴士嘅。咁去到北山啦，或者係華發商都站就可以嚟到噶啦。不過巴士呢，對於輪椅嚟講呢，就唔係咁方便，因為呢，只有少數嘅巴士路線呢，先可以上到輪椅嘅啫。由於呢，朝早喺香港呢，我完全冇食到早餐啊，餓到差唔多3點呢先食我嘅第一餐，已經係下午茶時間啦。咁華發商都入邊呢，真係有好多嘅食肆啊！咁呢一間餐廳呢，我就好少喺深圳見啦，咁所以呢，今次就揀咗去啦。佢呢就係食潮汕菜嘅，咁最出名嘅呢，就係呢個金牌嘅鵝肉，一碟呢就52蚊人民幣，通菜呢28蚊，而呢個蝦餅呢，就都係28蚊嘅。你話好唔好食呢？就見仁見智啦。蝦餅入邊呢，都會有一隻蝦嘅。咁呢度 total 成餐呢，我用埋支付寶嘅優惠呢，就102蚊港幣。最近香港支付寶呢，都出咗好多同大陸嘅餐廳合作嘅優惠啊！大家俾錢嘅時候呢，除咗用大陸嘅支付寶啦，或者係微信呢，都可以呢試下用下香港嘅支付寶，揀埋北上嘅優惠券呢，都真係呢平咗10零蚊噶。咁成個商場呢，就劃分咗 A、B、C 區。由於呢，我嘅行程呢得2日嘅時間啦，我又想呢去多啲珠海唔同嘅地方，所以呢，今次呢真係冇辦法行晒成個商場啦，只能夠呢橫跨晒 A、B、C 區啦，咁呢都差唔多呢行到5點鐘噶啦。而商場入邊呢都有無障礙洗手間嘅，而洗手間嘅設計呢亦都係好光猛下。咁由於呢洗手間入邊有人啦，就諗住去下女廁睇下呢可唔可以入到輪椅，但係發覺呢女廁呢就有2級嘅樓梯級，咁入邊呢都有個座廁嘅。咁喺廁所嘅隔離呢，亦都有一間嘅育嬰室。咁呢個商場呢，就唔算話特別多香港人，主要呢都係內地人為主。輪椅嘅朋友呢，我建議呢，如果大家呢都想行埋北山大院嘅話呢，都喺呢個商場呢食咗嘢先，因為呢轉頭去到北山大院呢，我有好多嘅食肆呢本身諗住去食噶，但係發現呢，去啲橫街窄巷呢，實在係好難入到輪椅，咁而呢，入去呢啲嘅餐廳呢，都係有幾級樓梯級。商場入邊呢，就有一間嘅戲院。好多朋友呢都中意呢返去大陸嘅戲院睇戲嘅，咁但係因為呢我對於簡體字呢就唔係話太熟啦，所以呢我都冇試過喺大陸嘅戲院睇戲，唔知道入邊嘅戲院大細係咪同香港嘅差唔多呢？商場入邊呢其實呢都有唔少嘅餐廳呢，喺深圳呢就未見過嘅，但係今次呢真係冇乜時間呢可以試到咁多間餐廳啦。希望下次再去珠海嘅時候呢，可以揀到一間好食嘅餐廳。行下呢，發現呢商場入邊呢有一間嘅百佳英文版啊，咁就係 Taste。咁我哋呢就入去睇下啦，呢個超市啦同埋深圳嘅價錢呢相差幾多啦。發現呢啲價錢呢其實呢都係偏貴下㗎，無論係生果啦或者係蔬菜，佢嘅價錢呢都真係貴過街市好多下。而我入嚟呢，最後買咗一樣嘢，佢呢就係王老吉啦，因為呢真係好鍾意飲王老吉。前排我喺拼多多上面呢都買咗1箱嘅王老吉，咁運埋落嚟香港唔使運費呢，一支呢都係好平，而且呢就唔需要呢返上去大陸呢搬落嚟啦。行到出去呢已經係日落嘅時間啦，5點幾。呢一邊呢就有個斜路嘅，但係呢就要行到去最盡頭，
出咗商場門口之後呢，我都望咗好耐，究竟邊一度有斜路呢？其實如果佢設計到可以全部變晒斜路呢，會更加方便。咁喺呢個位置望返去商場嘅外圍呢，都真係幾金光閃閃下㗎。咁呢一邊呢，就有一個市集，咁呢賣嘅嘢呢，都係同平時呢喺夜市見嘅差唔多。咁啲人呢，通常都係行下嘅啫，好少話幫襯。而喺頭先斜路嘅對出呢，就有一個寵物公園，咁呢就可以俾一啲嘅設施呢，寵物去玩嘅。下一站呢，我呢就會去北山大院。但係行到嚟呢一度呢，就遇到一啲嘅阻滯啦。商場呢，為咗呢避免一啲嘅電動車進入啦，咁而呢整到呢啲路呢就好窄。我呢最後呢要成部輪椅呢戚起咗搬過去先可以行得過。好多時呢，無論係深圳啦或者係珠海呢，我都遇到呢一啲嘅咁嘅障礙物啊。咁喺深圳呢，因為用電動輪椅呢，都真係好難開得過去。今集呢就嚟到呢一度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